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7月28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今日佫新增加5个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早起股市表现好，有超过13,000点一坎，再度打破历史纪录。尤其负责带动的台积电后一站起来到前方。香港政府宣布，未来一礼拜内餐厅禁止店内用餐。美国武汉肺炎预防社的研究是已经到上尾坎的临床试验了。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今日佫新增加5个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其中4个是对菲律宾来到位，另外1个是对香港入境的。目前病例计共是467个。另外对台湾倒转去到泰国的劳工染病这条案，当时已经列出含伊较有直接的对象189个人。咱等下来听指挥中心曾仁祥发言人上盖新的说明。我们今天有新增5例的一个境外移入的一个确定个案哦。那总共就是这个案463到467，那其中有4位是从菲律宾入境，另外1位是由香港入境，就等于是5例里面有4例都是因为症状采检而这个确诊。针对昨天就是到他的这个服务的公司去做这个疫调，那已经匡列了189人，那其中就是跟他同宿舍的一个接触者有18人啊，那另外他在工作区的接触者有11人啊，还有其他员工160人。那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已经针对这所谓的宿舍区的接触者跟工作区的接触者29人里面的28人都已经采检，那今天中午已经结果都已经出来了。那目前这个28人的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还有1人检验中。那还有剩下的其他的160人，也都在今天早上完成采检了。那预定大概晚上的时候就会有检验的结果。来讲一个泰国劳工倒转去到国内了后，所验出有武汉肺炎这条带，但桃园市卫生局嘛去进行伊所服务的工厂采验含伊较有直接的人员，其中28个拢验无病毒。但嘛有劳工团体跳出来讲，政府提供予外国劳工怎样预防武汉肺炎的资料，实在想过头有限啦。有一位伫台湾工作的泰国籍移工登记泰国了确诊。指挥中心无排除是伫台湾感染。根据了解，这位泰籍移工伫桃园新屋一间科技厂工作，桃园市卫生局一早起就入去厂区对所有员工做采检。为了能够充分的了解疫情的情况，那我们有进行了这个群聚感染热区的这个全面抽检。那这采检之后，因为今天结果才会出来，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要高标准来处理。然后环保局紧急进行全厂的环境消毒工作。台湾国际劳工协会批评劳动部提供予伫台湾75万移工的防疫资讯正落后。一直在要求要把资讯做到充分，要把保障做到完整，才能够达成防疫的这种效果。可是到目前为止，其实政府部门各单位都非常的消极在这方面的作为上。台湾国际劳工协会也讲，除了工厂内面外劳加本劳的同事，也有价值虚幻场所受到款的朋友，影响范围正宽，也担心无证的移工这部分，因为行去边被通报遣返，会造成防疫的浪芳。希望检讨移工防疫困境，解除移工的就医障碍。记者综合报道。昨暗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嘛公布讲，桃园市中安里新增加7个就近烧胃天高热的患者，其中有4个男性，3个女性。这个民众徛街的范围侦查拢才100公尺内。但桃园市环保局嘛赶紧开始加强消毒，佮检落去设检验站，现场替民众抽血检查。卫生局派人一家一户消毒。因为桃园市发生天高热群组感染，民众拢真担心。你家己会烦恼无？哎呦，也拖规这里是啊，你家己着无要紧，哎，也佫喂大家，都麻烦。
我们也是觉得很惊讶啦哈，因为这个是我们传统听到都是在中南部会发生的这个病毒哈。那这一次呢很不幸的在我们这个市区传染到。疾管署伫咧27号公布，桃园市长安里新增加7个本土天高的比例是刚一件群组感染，对案例扩大体检的64人来面验出。这7例里面总共有4男3女哦，都介于这个14到78岁。那案3是在昨天桃园市有公布哦，他在跟案2之间家里只有37公尺的距离。今天确诊这6例哦，跟案2家的住家距离都在100公尺之内。那加新增加的7例假期里，今年到即马国内已经有9例本土个案，而且拢住伫咧桃园。桃园市政府讲已经对公共区域喷药消毒。我们根据群聚的热区因为有这个感染的现象，那我们已经进行这全区的公共区域以及家户的这个挨家挨户的消毒，那也设置了这个采检站，那我们在现地采检。因为桃园伫咧过去唔捌有过天高热的个案，所以市府除了消毒，也希望民众加强环境的整理，以免疫情传开。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大消息，对7月到今，香港新增加武汉肺炎患者超过1000人，尤其近来6天，逐日都加100多人染病。香港政府嘛宣布对明仔载起连续1礼拜，公共场所强制挂嘴烟，餐厅也禁止店内用餐。不过香港有50万的百姓徛过才1-2病看，也无识走卡，这款政策互因感觉是真无奈。防护做东方之最，香港有真侪特色料理，伊是国际大城，各国的好食物，啥物拢总有。不过受到新冠病毒的疫情影响，全香港的餐厅2号开始禁止伫店内底食，敢若当做外卖甲外送的生意。今年还未开始，64岁住伫家经厝的赵先生，心情是真无奈。梗有影響啦！如果普通家庭嚟講嘅話，都仲可以買到翻嚟煮啊，但我呢度冇得煮嘅，咁唯有到時係啲粉麵乾糧啲。頂住先咯，你唯有接受嘅啫，你都冇得反抗㗎，係嘛？所以唯有自己放鬆呢個心情去接受佢咯。7月份以來，香港確診病例超過1000人，連續幾日間嘅確診數量超過100。政務司27強烈呼籲雇主和員工佇厝做工課，嘛宣布2號開始限期7天，加強防疫措施。除了餐廳袂當佇店內底食，限聚令嘛拄4個人減做2個人。原本敢若限制公共交通工具甲室內愛掛嘴煙，嘛會擴大到所有室內外公共場所攏愛掛。違反的人會罰5000塊港票，超市200塊新台票。餐廳嘛敢若會當做外賣甲外送的服務。不過香港的人口真濟，土地會真濟，真濟人厝內灶骹攏袂當煮食，引起真濟不滿。香港政府希望民眾會當加忍耐一下。措施咧，都會係唔多唔少咧，為個市民咧都帶嚟不便嘅。我都希望佢哋能夠理解嚇，同埋即係知道而家個情況嚴峻咧，就我哋大家都要即係一齊咬實牙關，然之後咧就希望係能夠渡過忍一忍。我諗如果大家即係冇地方其實如果又要去公園嘅話，公園我哋冇關閉嘅嚇，咁嘅話咧就大家坐開啲咯。有餐廳員工煩惱講，就特別失業啊，因為即馬生理敢若疫情發生進前嘅3成，其實都幾大影響㗎，基本上，因為本身其實我哋外賣都唔係太多，咁變咗而家佢咁樣禁法堂食咧，都已經冇晒，就真係連基本即係生存嘅都冇乜咁滯咯。香港餐飲職業協會接受香港媒體採訪嘅時陣表示，外賣營業額無法度負擔真貴嘅租金，有嘅餐廳連電費攏付袂出來。真正禁止暗時啊時陣佇店內底食，已經造成正千間餐廳停業。真一波規工攏禁止佇店內底食，估計還佫有成百間餐廳未砍住，可能發生另外一陣關店嘅風波。記者綜合報道。我來講，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和民間的生物科技公司合作開發一支武漢肺炎的預防劑，當時已經進行到上尾坎，招募3萬的民眾臨床試驗安全性甲效果問題，然後過關者就會當生產出品落市面咯。美國政府為了支持這支預防劑的研究，頭尾計共投入將近280億台票的經費。由莫德納生技公司加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合下的美國國家過敏加傳染病研究所共同所研發的新冠病毒疫苗，學名叫做 mRNA 1273，27招募
3万名年纪满18岁成年民众，在全美国89个地点进入第3期，也就是最後嘅臨床試驗階段。紐約退休嘅醫護人員凱倫就是其中一位參加疫苗測試嘅志願者。I'm doing it because again I'm a retired healthcare worker and understand the challenges that COVID-19 has caused our community and state and the whole country. This is a significant milestone, and it comes at a remarkably rapid pace compared to the usual pace for vaccine preparation. 莫德納甲受測試嘅人分做2組，一組是讓28天就注2筒100微克嘅疫苗，另外一組是注2筒生理實驗水安慰劑。受測試嘅人甲實驗人員攏唔知影是啥人分到試驗組或者是對照組。第一階段嘅測試結果，所有受測試嘅人攏產生抗體，驗過會出現亞線、頭痛甲肌肉痛嘅副作用，但是整體來講安全無問題。美國國家過敏加傳染病研究所嘅所長福奇講，疫苗嘅安全性正重要，所以無必要趕伫咧11月初3美國總統大選之前要推出疫苗嘅政治壓力。這項疫苗研發計劃是美國聯邦政府今年5月為了要對抗疫情所發動嘅所謂迅速行動嘅一部分。美國副總統潘斯27到非洲嘅邁阿密其中一個疫苗測試地點。總統川普是到北卡州掛水岩參觀當地生技公司，同時也對美國疫苗嘅研發進展表示肯定。Second vaccine is likely to enter phase 3 in a matter of days under Operation Warp Speed. We've shaved years off of the time that it takes to develop a vaccine. 在國際知名藥廠輝瑞27也宣布開始進行新冠疫苗嘅後期測試，受測試嘅人數也是3萬人。根據 WHO 嘅統計，莫德納嘅這支疫苗是目前全世界25期進入人體測驗階段嘅其中之一。美國政府喺頂禮拜六又撥4億7200萬美金協助莫德納喺第3階段嘅研究。國家進前嘅援助經費總額已經到9億5500萬美金，差不多代表280億。記者綜合報導。再來講，美國駐在中國四川成都市嘅總領事館，昨溜落國旗人員撤出，正式結束運轉。成都嘅總領大雷雨即時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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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雷雨即時訊息。大雷雨即時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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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雷雨即時訊息。我很榮幸過去3年在成都這座充滿活力的城市擔任總領事。關閉總領事館的事件，也和連結會來自台灣的刊手曾祖儀和大家注意。美籍作家曾祖儀這個月初發發文，講在2月時陣受疫情影響，家己先甲後生緊急撤回美國的代誌，比如做是離戰進前猶太人為了要閃避納粹而離開厝的。和中國網友到曾祖儀的微博留言，罵因翁仔某是間諜。27曾祖儀再一次發文，除了對成都美國領事館被關起來表達唔甘，也強調家己無代表美國政府，也無參與官方事務，有自由發表個人的想法。因為伊只敢若寄予聯結會，唔是寄予美國國務院。美中關係惡化，互相關閉領事館，美國批評駐休斯頓總領事館是中國情報中心。掩據中國不合成規管，只敢若選擇對等嘅成都、臨時武漢或者是香港總領事館，被認為是中國一個無想要甲美國分手。經過美國的挑釁，中美在南海發生有限的衝突，在台灣問題上採取重大動作，嚴重衝擊，甚至有可能直接否定美國傳統的一個中國政策。中國學者認為，川普強拍抗中牌，穩固伊連任之路，一直到美國後一任總統就任之前，美中關係攏有可能繼續惡化。美國依然會對中國進行國家罪法律制裁。記者綜合報導。
当来关心国内经济问题，早起股市表现好，有超过13,000点一坎，再度打破历史纪录。有其大力咧带动的台积电这支股票后一站起来较紧绷，是讲指数一个月脱手股票的压力嘛对咧来，指数起落往回不断。股票分析师也指出，买卖成交量按算会当超过4000亿，也是挑战过去的纪录。买手收盘是停伫咧12586点。因为外资日来推升台股继续冲关，出现正罕见的大量交易。台股早盘时阵，北起超过400点，盘中指数是超过13000点的关卡。严过触及到13031点了，就出现迄日了结的卖压，盘势就一直搬，盘中上加到12642点。短线上来看的话，13000点并没有办法站稳因为13000点这个地方爆的量太大显然就是有人在丢出筹码，不排除就是说指数部分可能先下再上。由台积电带头，台股多头的气势正强。早盘台积电是464块开出，尾仔就一直起到起停。伫盘中股价上悬是到466块，起磅超过9%。不过盘中的卖压出现了，股价震动整理，盘中上加435块。伫最近台股多头的气势，投资散户是有人观望，有人继续买落去。应该还是持平上涨，还没有到高点。我不会考虑台股的。长辈有一个就是投资嘛，后来把他退休金全部都泡汤了。分析师讲，伫最近台股表现袂歹，不过短线来看有机会整理的现象，希望投资人唔通一直追悬。也强调，伫外资进入之下，台币也一直创新高，开盘20分钟就出现29.23块，去2.77价，结果再度写下2018年4月以来上悬纪录。股市甲汇市拢起，伫外资带动之下，也看好台股长线多头的局势。记者综合报道。虽然真香三杯更是真好用，不过高用者嘛有袂少打头家烦恼讲会去收到假，嘛考虑本身无清统一偏好，要摕更去换作现金，惊会较费气，规气讲无爱收。这趁食人是讲三杯更无食糟，民众拢嘛摕去买价小较悬的用品，对因这款小生意档帮助未免会较有限。进行经济三倍券，自即个有过到即马，已经有真侪民众提起消费。不过即马有一寡生意人讲，因传了、备了、进货拢爱用现金，若提券资金恐惊加袂来，造成因的困扰。这种情形，蔡奇爱当然有感觉。政府这方面，我们小摊商可以给我们兑换的话，我们都乐意啊，我们就 OK 的啊。可是我们没办法兑换啊，怕担心收到假的啦。可是。因为我们这边也不晓得怎么辨识啊。有一寡单惊讲会收到假，因为民间即马传讲有一寡假券伫咧流通。另外有一寡单因为考虑到无营业登记，无法度提起银行换，甘愿委谈也无愿意收。有单就讲，其实三倍券互因上失望的是，一般民众若摕到，拢会去买一寡价钱较悬的物件，因为物件较俗，拢收袂到。因为大部分也没有人会说会拿过来这边购物啦，都是往那个百货公司吧。不多，大概3张。如果问我们收不收，我们当然都收。他们也是很乐意要用啊。虽然三倍券实施到即马有真侪反弹的声音，不过也是有一寡生意人感觉有受到帮助。因讲虽然三倍券定做无造钱的规定，不过因为真侪拢是老顾客啊，也是会造钱。也当作欢迎使用的故事，希望大家最近用三倍券来拼经济。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政治的消息，立法院临时会当通过这届监察委员的审查，台湾民众党当时和国民党做伙申请大法官改写宪法，因为在因咧看审查的过程可能已经违宪。国民党党团的总召集人林维洲立委是讲，是得要经过修改宪法来处理废除考试院甲监察院的问题。确实有影，民进党这边嘛计划8月时修宪的平台就要开始震动了。监察院人数要伫咧8月初一就职，有几多位政治学者批评这边的立法院通过监委人事案有重大程序问题，违反立法院职权行使法29条。监委遴选无交付委员会全议审查，程序是明显重大、赤裸裸违法。第二个，这个违法因为已经明显重大，所以它的效果是无效。
你长眼睛或没长眼睛的都知道这次没有经过审查程序嘛，所以这个太明显了。民众党也批评监察院人事通过定数有违宪的疑虑，会联署申请大法官释宪，立法提出释宪申请书。国民党团也加入释宪。总调林维洲指出，非可感议员应该透过修宪改善制度。如果说只要有多数就能够直接通过的话，那我们请问那我们何必还要有立法院？废考监的提案已经通过联署了，29位委员联署有版本了，9月1号正式会期开始才能送程序委员会。立法院确定在后一个会期要成立修宪委员会，修宪会正做调遐公防的主战场。民进党团在8月成立修宪平台。由北参加立法院修宪委员会的总统府副秘书长李俊耀主持，所来会邀请专家学者举行公听会加座谈会。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中美洲这边，台湾的邦交国尼加拉瓜的总统发出号令，解除现任驻台湾大使职务，这也引起人猜疑两国中间的往来敢有产生变化。但咱国外交部这边是表示讲，这是对方外交人员正常的调动，双方面邦交稳定，未来一定会继续加强合作。所以本案是尼加拉瓜政府他们外交人员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轮调哦。那外交部没有其他的一个评论。那后续的处理呢，我们会按照一般的程序来进行后续的这个作业。我们跟尼加拉瓜的一个邦谊是这个这个友好而且是稳固的哦。双方在这个各领域上面的一个合作关系相当的这个密切。外交部表示，两国邦交往来稳定，无意外的变化，嘛强调讲，此期会继续和尼加拉瓜新上任的大使合作。另外，外交部领务局嘛针对东南亚的布鲁奈，还有泰国、菲律宾，另外还有俄罗斯的国民继续开放来台湾入境，免申请签证，期间是对今年8月初开始，接落去试办一档。咱来讲，中国的研究机关昨主动发布讲，美国军方一只 RC-135W 侦察机有飞入到台湾的领空，甚至阁飞探过恒春半岛。不过国防部嘛声称讲，这站是假消息。另外，咱的陆军甲美国采买30只 AH-64F/H 直升机的经费，目前所存还有几十亿的款项。美国军方敢会施压力，讲经费都要用好完。国防部表示，若有剩一定会交转去国库，未去用作别项用途。中国智库27主动公开美军一只 RC-135W 电侦机进入台湾的领空，而且阁飞过恒春半岛。普文也阁问讲，敢有人会当确认这件代志，引起大家的关心。不过第一时间去予空军司令部否认这件代志，指出飞行的路线并不正确。国防部嘛回应讲，这是中国挑工办的假消息。对于台海周边各型的这个基建，国军运用相关的联合清侦的作为，都能够绵密的掌握，确保国家的安全。所以相关的讯息都是错误的。也若针对中国军机最近干扰台湾的行动，台南第1联队 IDF 机队6月份专机队飞行的时速有一半的时间投入海峡中线甲西南空域，监控中国的军机。国防部证实讲，有密切掌握中国军机的动态。不过，国防部甲美军买30只阿帕奇的天鹰专案都要结案，有几10亿的余款，传出美军透过美国在台协会，要求伊延长在台技术的协助，甲技术代表留伫台湾等等的方式，甲经费用好了。如果有余款，就会退回到我们国家来。那依照我们国防部的规定，只要是退回的余款，我们都全数会报缴国库，所以不会做其他的运用。国防部强调讲，台美长期合作执行军购专案，双方的沟通真好。美国嘛知影讲，台湾的余款袂当加做其他的用途。针对美国8月份就要举行的环太平洋军演，台湾也未受到邀请。国防部强调讲，伫咧确保国家利益的前提之下，会持续争取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官部联合作战的操演。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早起交通部林佳龙部长来到国道6号视察，嘛宣布讲要踮东草屯交流道附近遮起一片休息站，佮要甲国道6号打造作观光交通大道，会当愈紧接着国道3号雾峰交流道。不过学者是分析讲，安尼先假日时啊，塞车的情形惊是会愈严重。来到国道6号东草屯交流道，交通部长林佳龙实地勘查，嘛宣布未来会伫遮规划起国道6号东草屯休困站，加做迈向国道的第1个休困站。兼具交通跟观光的功能。
那我们已经在进行西部的设计，预计就是这个今年了动工那尽快的能够来完成。高公局中区永和工程分局公布设计图，规划玉山的建筑风格、甲立建筑的设计，佮有地景融合的意向。地点就伫咧东草屯地磅站的北边。林佳龙表示，会伫109年年底开工，规个工程会伫111年年底完工，嘛会将国道6号打造做观光交通大道，而且会当快速来接国道3号雾峰交流道。不过学者认为讲，国道6号变若到假日车流量就真大，可能会互塞车的情形更加严重。然后你必须要变换车道，车流的速度会受到干扰。所以呢，我认为设休息站对于行车效率可能会有负面的影响。但是对民众，如果因为塞车，他可以得到一个地方，先到一个地方去做休息，对使用者来讲可能是有一些帮助的哈。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李克聪表示，国道6号是通往日月潭甲清境的交通要道，尤其是最近国内旅游的人真多，观光的需求更较大。但是时间大部分集中伫假日，显示交通量真正无够用。休困站的设置，除了应该考虑地点，动线嘛要重新规划，才会当减少对主线交通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家的建设，咱来讲高雄凤山的画武营国家艺术中心，经过15档筹备甲建设，经费开销80几亿，2018年正式开幕。不过当初时负责设计迄个荷兰的建筑师，当时主张讲工程建设到半中途，文化部佫要求变更设计，但告对法院去。台北地方法院目前判决文化部败诉，就佫支付1亿2000几万的费用给对方。经过15年的筹备，开80多亿起的高雄画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伫咧2018年启用，那是全球上大，敢若用一个厝顶的综合剧院，还佫捌入选《时代》杂志评选的世界100大景点。It has 4 big auditoria. One is a lyric, it's for opera. One is concert hall. One is a playhouse, and the other one is a recital hall. And all together, we put them underneath one roof. 负责设计的荷兰建筑师法兰辛豪班对整体的规划是讲甲真欢喜，不过却因为工程期间设计变更的议题，甲文化部咧拍官司。法兰辛豪班甲罗新华建筑师事务所共同包下画武营的设计，伫咧2007年拍启用，要求设计剧院顶顶的场地，伫咧2008年完成规划了后，却启用要求演奏厅爱改造中型的剧院顶顶，认为主建筑体变更的幅度伤过大，是属于重大变更。双方的合约对于重大变更就设计费用的计算跟一般的变更不同的规定，关于是否为重大变更这个争点的认定在另外一个案子已经经过最高法院判决，要在变更的几率应该并不大，还是在坚持说这个案子是属于重大变更，我们会援引先前最高法院判决的认定。设计师认为讲，因为延长工期，预算嘛要提悬，应该要重新计算设计服务的费用，所以去告文化部，要求因爱付1.3亿。不过文化部认为讲，变更是伫咧早期的规划甲设计的阶段，而且原本的规划大部分嘛拢有漏咧，是无符合重大变更。台北地方法院判决文化部就要赔偿原告1.28亿。因若文化部嘛回应讲，目前已经伫咧做上诉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镜头锁对北部来讲，淡水河北边快速道路的开发案，地方已经花20多档啊。但今年正月中环境影响的评估也已经通过审查。不过环保团体和一寡在淡水徛起的民众是决定要提出诉愿，要求行政院撤销这遍审查的结果。原因就是在因咧看环保署未前开会就传好结论，讲要通过。这条案确实嘛有影会损害到河岸边水笔啦、红树林大自然的生态。伫今年1月15举行的宽屏大会顶悬，淡水河北边河边车路开发案支持甲反对的两派，拢说明因的立场。最后大会决议这个案件通过审查。不过宽屏指出，遮尔受到争议的案件，无到10分钟就达成决议，这支委员并无经过讨论，是环保署直接甲进前已经拟定好的审查结论摕来做决议的结果。一片静默，就直接通过了这个预拟好的审查结论。从闭门到开门，从头到尾不超过10分钟。环保团体甲在地的居民认为，讲这个开发案宽屏的结论明显是有问题。顶个月提出诉愿的申请，而且伫28完成补件，除了指出天数有问题，佮讲开发案甲红树林自然保留区之间的边界，并无保留春秋的所在。
所以这个状况绝对是违法的，它也明显违反《文化资产保护法》第86条。环保署回应讲，这个案件已经开过4届的小组会议，还有3届的宽屏大会，已经真详细讨论过，绝对无预设结论。遐若伤挖红树林，恐惊会破坏生态问题。环保署嘛强调讲，已经有考虑在内。我们确定它没有重叠，那中间有个界面。那界面现在就采取封闭式的，那个水不会让它排进去，就要回收，要么就排到下游去。所以过程中这个部分都已经考虑的。另外，有律师指出，开发案为送审到完成审查，拢总是602天，真明显有超过上长法定审查期限120天。环保署解说讲，扣除保证甲行政协调的时间，并无超过期限。开发单位嘛拢有伫咧期限内保证资料。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昨昏公共电视的董事会通过要接受文化部委托，要针对外国的观众落去制作宣传台湾的节目，设立一个国际影音平台。嘛有董事咧主张讲，去因这项工作，拢无先当董事会来报告，过程未免受破拍。不过外界嘛有学者咧主张讲，让外国的公共媒体预算敢若一年就超过60亿，经费有够，节目做会好，唔才有才调广告甲对外国去。公司27举办临时董事会讨论，敢是应该接受文化部的委托来成立国际影音平台。平台争夺计划预算是4500万，动用行政院的第2笔金。就算讲会议的气氛真歹，不过临时会也是以11-4的表决通过。反对的董事认为，公司必须要甲政府保持距离，照即马公司法的规定，并无授权公司进行国际传播。佮加上国际影音平台后续也有4年58亿的计划，董事认为伊嘛拢去互暗砍。所以等于是说，这么重大的计划没有让董事会知道。总经理还说，这件事是发生在6月18跟7月16之间，可是事实上5月20几就已经开始进行，6月18之前就已经向文化部送案。公司的角色敢有适合来做国际传播？有学者主张，公司应该先扩大规模，做出高品质影视作品，再过来讲国际传播，较袂去用这支公司先学行才穿鞋。举例来讲，日本 NHK、英国 BBC 逐年拢有2000亿的预算，不过公司固定的经费敢若9亿，欠卡新妇无米嘛无法度组织。电导会当趁这届经济向文化部积极来争取应该要有的经费，做出好的影视作品，到时阵自然地当向海外来发展。我们认为60亿、100亿都算少了。其他国家来讲，英国，它 BBC 它本来国内的观众就服务的不错，所以他对国外观众的服务算是延伸。所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检讨，就是说我们整个电视，经费够不够？然后你给他希望他达到的目标，是不是这点预算其实达不到啊？这些东西要一并检讨比较好。菊花飘飘，北风萧萧。费玉清的老歌《一节梅》最近伫咧后壁唱起来，学者嘛记咧中国挑故意做的大动作对外宣传效果嘛无好，颠倒是网络串联世代，有创意的内容，佮较会当感动人心。学者强调讲，台湾无一定嘛爱做大外宣，因为文化能系列甲国际维基权的业绩，需要年久月深的时间来改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大型的游览船探索网号游轮对台湾离港起行，船顶安怎样预防武汉肺炎的病症呢？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是指出讲，虽然探索网号船内空气会一直抽出去，不过游员去咧船顶的旅客建议讲，就要挂喙罨，嘛会当增加验血清的抗体。疫情发生到大，台湾头一只邮轮探索网号启航，伫咧国际疫情也是真严重的状况之下，船顶的防疫嘛受到考验。台大公卫学院以选就公主会防疫经验来做举例，认为台湾会当参考香港政府的做法，虽望210个回国的旅客落船4天经验是阴性，不过也是伫咧香港进行14天的隔离甲完整的血清检查，佮顺利找到9个确诊者，其中有6个拢是无症状，所以学者嘛认为讲，疫情调查内底血清抗体检测是一定爱有的。即使你做了 RT-PCR 的阴性完之后，你有很可能还是被感染的，而且你大部分的有可能是无症状，好，特别是在近距离接触，因为邮轮就是近距离接触。学者认为邮轮就是关岛，而且较会关注感染的海上城市。探索网红的通风虽望是采取整合系统，也就是船内底空气一直向外口来排放，而且嘛确保外口无过滤过的空气袂入去船内底，而且每一个房间内底拢有独立的空调换气系统，互感染的风险相对降低。不过学者嘛警告，就讲邮轮的空间较大，换气的效率可能无遐好。可是因为体积过大，换气的效率会很低啊哈。
所以还是要建议把口罩、社交距离跟勤洗手这3个最基本的这个所谓的防疫的措施。做好。台大公卫学院强调，讲国内发生的日本留学生个案，还有最近泰国籍移工回国确诊的部分，嘛拢显示核酸检测佮加上血清抗体检测的必要性，找到无症状的感染者，才会当预防社区感染。建议指挥中心佮劳动部应该有移工防疫计划，就讲移工工厂的宿舍爱分流，一个人一间房间，一个夜间啊。全工厂的员工佮移工的接触者嘛，都应该核酸普遍体检。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讲，8月起有条件要开放外国人士申请来台湾找先生看病。毋过国民党的立委蒋万安和林奕华2人，佮有医护人员的代表，早起是举办记者会，质问政府沟通和配合的制度，敢传了有够？若无临时法要开放外国人士来就医，惊的是会连病毒都导入来。因要求这条案都要考虑暂案。前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要从8月7日开始，有条件开放外籍人士申请来台就医。早起国民党立委蒋万安、林奕华甲医护界代表共同召开记者会，质疑政府伫咧欠缺配套甲沟通之下，就开放外籍人士来台就医，可能会产生防疫的空窗。为什么此时此刻，世界各国还在防疫关键的阶段，我们就要贸然开放外籍人士来台就医，让我们的医护人员再次增加他们的负担，以及承担这样的风险。蒋万安表示，指挥中心讲开放外籍人士来台就医，无排除中国、香港、澳门人士的申请。毋过目前每一个国家疫情的状况，甲对疫情控制情况拢无同，政府应该对开放外籍人士就医的政策有更较清楚的说明，包括外籍人士需要多一寡医疗照顾等等，若无会互第一线医护人员承担更较侪感染风险。当然，它有排除了医美啊等等之类的，可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护理人员、医师的这些生命的安全，我想这是更重要的。这些资源如果没有保护好，那我怎么样救治我们自己的国人？我想这个是需要我们在考量的。未来开放的话，不可以是通案，而是以专案的方式。那我们希望说人数在一开始也是要严格把关。那8月1号能不能做到这事情，我也希望说卫生部能够尽快给我们一些数据来让我们安心。在台湾防疫甲真辛苦，嘛真成功的状况之下，立委甲医护界代表做伙呼吁卫福部应该掌握8月7日外籍人士来台就医的政策，伫咧确保未出现防疫空窗了后，才个来讨论开放。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愈来愈侪学校会带学生囡仔去深入山林，替青春留落难忘的记忆。尤其未出发进前，怎样准备好集装，还佫有评估家己的体能，这拢真要紧。亲像中央政府当直咧推动山林教育，就是望要让民众有基本爬山的知识，也通佫较习惯日常的生活，渐渐会当愈亲近山林。咱等下来看公视台语台新闻组。登顶了，好漂亮，好漂亮！有够漂亮的！哦，透大风，落大雨，伊原爬起哩到台湾上悬的玉山顶悬。台中丰原高中对山者登山队的师生，因为有充分的训练，顺利克服这款天气。6个月，然后每个礼拜2都会留下来训练，然后回家再自己练1个小时这样子。爬山一定是爱有完全的准备，爱有能力、体能，然后嘛爱有健康的观念，设计一个专门的课程，会让因循序渐进去了解这个山林。这阵高中生通过所有随工的考验，克服惊悬的心理，准备矫正，才开始这段头一摆入捌台湾山林的旅游。我没有想过我能够在17岁登上玉山。东卯山的行前训练，第一次背着玉山的行囊上山，对，到山顶时候忍不住就哭了。那一次我真的有吓到，因为真的好累，从来没有这么累过。伊唔但爱家己准备好，各位安大家长的烦恼。出发前的可能1个礼拜吧，然后那时候在吃晚餐，然后又看到有山难，然后他们就把我叫过去说：“你看，就是大学生太闲，然后去爬山才会变这样。”他们应该有放心一点哦，而且他们后来也跑去开始爬山了。
爬到山顶，敢若是形式上的目标，重点是过程当中学晓要和山林斗阵。户外教育工作者廖文全指出，会当伫山区多变的地形和气候当中来判断局势、了解风险，必要的时阵踢退，比起什么拢无管，一直弄起嚟，佫较需要勇气和智慧。唔是伫咧山顶搬，应该是伫咧下骹搬。转来先听下你讲，我即摆爬一工，我无登顶，无要紧。啊，我有啥物感想？应该是安尼，这段到对，这才我感觉这才是登山教育啦。冒险运动这件事情啊，它的本质本来就是要你去学习怎么样掌控风险。会很多人会说，冒险精神，一个国家的国民的冒险精神强不强，跟这个国家国力强不强是直接关系。原因是因为冒险精神，它就是告诉你说，你就是要经由你自己的学习，你就是要经由你自己的锻炼，然后去突破你自己的极限。会当掌握风险，登山就唔是冒险。要挑战国内外大山的台湾登山家张元迪指出，山林本来就是台湾多数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奇怪的是，对我们大多数现代人来说，山其实是完全脱离我们日常生活的范围的，就是我们走到山里面是一个跟日常生活脱节的一个经验这样子。但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子。可以知道这些历史的话，其实山有可能除了冒险之外，有另外一层意义，是它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山林唔乃是看水的观光游程，嘛不只是冒险精神的体验。山林教育和山林转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有登山的体能会当判断风险，有爱护自然的素养。伫人民心肝内藏一座搁一座台湾壮阔的大山。记者尤以真林昆明台北台东报道。来讲，对囡仔角度看世界，可能会产生出真侪料想袂到的想法。有一个艺术创作者蔡婉璇女士，伊的查某囝阿明自细汉，就是敢若生活在台语和法国话两款母语的环境下底。蔡婉璇嘛将伊甲查某囝对答记录落来，写做一本母语的诗集，咱嘛做伙来看卖。山破一空，是牛在食山，伊食一细喙。山就无头去。伫咧溪边贴石头，阿明讲要放起毛桶起一间厝。伊写明母语是妈妈的台语和爸爸的法语。伫咧要不要写字的幼囡仔的时阵，就和妈妈婉璇做伙完成一本法语、台语、华语3种语言的诗集。囡仔甲伊面对的世界，感动伊的代志中，伊无文字，伊无搁一赞，伊直接是伊的想法甲语言啊，就出来。这是客厅。你看，内底有伊的房间，敢若是伊的衫掼，互我摕去做衫间啊。对两岁学讲话开始，婉璇就拿记录因母仔囝之间的对话，嘛开始来学要安怎写台语文。伊感觉是查某囝帮伊家己的母语搁捡回来。啊，迄个时阵拄好是囡仔发展当中开始在组织一句话啊，组织语言的时阵，甲迄个。高一个字斗做伙，还是迄词斗做伙。厝角鸟咧跳跳跳，船伫海顶悬咧摇啊摇，加一个风足透的。囡仔的诗毋但呈现出新的看世界的方式，无看到物件本质的特殊的眼光。我感觉我为伊的话重新来理解我家己，甲阮三个之间的关系。爸爸是水，妈妈是石。一本细细本仔的诗集，记录阿明2岁到5岁的成长过程。毋但采用传统的言字印刷，也和王昭华等等创作者合作，把诗唱作是音乐。阿明自然来运用台语、法语两种母语和天地万物的对话，阁会继续落去。记者由于真张玉水台北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看到幼囡仔台湾话甲法国话拢讲了遮尔好，国情就想到将近100年前，1932年迄个时代，台湾民间原来有迄个歌册咧骗假人，就爱讲国语。啊，咱知影讲日本人介管的时代，当然迄当阵所讲的国语就是日本话。内底4句联安怎样写？咱做伙来体会讲台语过去遭遇什么款历史命运的坎坷。见面4句联讲现今文明的时代，近来知识人渐开，旧式歌仔人无爱，
改换新歌偏日台，通知列位政治军，这本歌啊真清纯，我偏台湾兼日本，后国语甲汉文。吼，你听国政安尼讲，你就知。伊头起先就咧介绍，讲这本歌啊吼真清纯，啊我偏咧台湾兼日本，后国语兼汉文。这国语就是日本话，迄当阵所讲的国语，100当前日本人咧介管，甲汉文，汉文就是台湾话哦。啊，敢有影？汉文甲日本话甲国语要摆做伙教，用4句连都去编。哦，你做伙来甲体会，你就学了讲，这歌先编歌句，编了外趣味就好。内底2句写讲汉文国语双项兼，字若毋对，恁再添。下句要刷落去念，日本哈利讲是尖。酒干或者阿启敏，南钦妈妹土豆人，伊小年曲是做阵，活得曲是我本身。你甲听这个4句连咧讲，原来吼就是经过4句连吼，一句对一句，一个名词对一个名词，讲日本哈利讲是尖，啊若酒干或者阿启敏注意听哦，伊这4句连佫编了有倒句哦，阿启敏摆伫后壁，第2句讲南钦妈妹。土豆人，伊小年曲是做阵，啊若我得曲是我本身。讲起来，听这个4句连，咱即马这个时代是感觉趣味啦、深色啦。毋过咱认真甲想好详细，你嘛体会到讲台湾话，台湾人过去将来毋捌变做国家的语言，因为台湾过去拢是外来政权伫咧介管。日本时代用日本话咧讲做国语，台湾人就喺度去学国语。啊，过来历史国情毋免加讲，就到近代。就到即当阵即几年，台湾话才会开始讲有说家己的电视台呢。过来4句连讲年下土里讲是鸡，阿开裤子红皮话，迄度读骨上人真多，去库汉啊脚啊会，说文日本讲实肯，你是台湾讲西边，南边或者闽南面，那是台湾讲夏天。日本原来说文讲做实肯，啊那你是台湾讲西边。南边或者闽南面，那是台湾讲夏天，一句一句安尼接，国政咧讲是捡几耙出来探讨尔，因为咧歌册规本的，当时要学日本话，要了解当时的国语，即个国语台湾新歌，原来内容真趣味，咱讲出来，互大家怀念历史，嘛体会台湾话坎坷的过去。过来，咱来讲台南新市遮一个青年农民陈正明先生，4当前倒转来接手厝内农地种红龙果，啊为着要加强消费者的信心，陈先生真罕见，替红龙果份保险，就是民众若食了有啥败害，就当去申请赔偿。农会嘛讲，农民有心要保障人客的权益，因也真赞成。行伫家己厝内面的火龙果园，不时就低头来看果实的成熟度，就亲像照顾厝的人同款的细心。今年32岁陈正明4当进前，倒来故乡接手家己厝内面的果园来种火龙果，除了主拍鲜果栽培市场，嘛发展加工的制品，更罕见的为鲜果来加保。一直都只针对加工品在做保险，那鲜果的部分呢？那除了我们平常所跟消费者所传达的说，我们没有用农药，怎么样去让消费者更增加他的信任度？甲火龙果、鲜果投保产品责任险，这个大胆的想法，就连保险的业者嘛错一个。但是陈正明是强调，就是保障消费者食的权益，就亲像其他的食品保障的方式同款，亲像是食物中毒就会理赔。而目前伊嘛是第2届青农联会新市分会会长，嘛推广予其他的青农。而新市农会是乐观其成。那就像我们本身在买我们个人的这个保险是同样的概念。那这样子的方式，我们当然是鼓励越来越多的青农或是农民可以加入这个行列来。新市农会是表示，农会部分除了辅导农民自身的投保之外，嘛会配合中央农委会政策，协助生产者来投保。但是以台湾县来讲，水稻煞是大宗，青农陈正明算是第一个为鲜果加保的青农，未来嘛会鼓励其他的青农做伙加入，除了为家己的产品来背书，嘛希望带予消费者保障。记者吴正云台报道。来讲，云林县县中乡龙岩社区遮，为着鼓励一寡长辈时代较接行出门咧，逐礼拜拢会举办活动，互庄头的时代摕家己种的菜色来做伙煮，同齐办出健康佮好食的料理，大家嘛食甲真欢喜。
食饭时间到啊，长辈家己动手煮中昼顿，尤其用的食材拢是社区时代家己种的，唔但美味嘛，食了安心。我甘愿讲提案来吼，剩讲人讲做遐做功德，大家阮同学大家食足欢喜安尼，系啊。吼，对大家安尼来上课，安尼足熟悉的，安足好斗阵大家种食袂完，大家摕来安尼。大家食咧，安尼，大家有兴趣要食，摕来大家分食咧，安尼。云林县湾中乡的龙岩社区为着要好时代有健康饮食的概念，特别举办自主共享课程，请长辈提供家己种的菜色，大家嘛拢真欢喜分享。到乡下自己种的菜园就是有机的，然后他们会很乐意的拿出来，他们可以把他们自己的种的东西拿出来分享，这是他们最快乐的。食饭不只是食饭，是希望会当变成一件有意义的代志，只要食会落，心情快乐，身体自然都健康。假如能够大家一起来吃饭，然后呢，大家一起把这一件吃饭的大事加崩几转代志哈，好好的把它完成。除了照顾到他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心灵的健康也照顾到。透过活动的举办，将大家靠做伙食饭，唔来当照顾时代健康，嘛将分享的爱传到社区，充分发挥社区合作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所罗南来讲，屏东县德产车头已经超过100年的历史，也是屏东县内唯一一搭也保留日本式茶器的车头的建筑。时代伫咧转变，德产乡公所甲这改建作铁道故事馆，展览出火车头的故事，和在庄内底客家文物。用茶器的车头大厅，有行李房，有卖票茶器的窗仔口，屏东县德产乡的德产车头，远远看犹阁保留日本式的站房设计。20多年前，因为车头的运量降低，业务变少，车头的级数全缩小。为了保留这个乡土文化资产，德产乡公所就甲这打造做铁道故事馆。陆陆续续，我们还会去跟铁路局、去商界有关。铁路相关的几个重要职务，例如说驾驶长的服饰、列车长的服饰、站长的服饰，我们都会希望说把它能够商界到我们这个展场里面。德产车头起伫咧1919年，即阵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啊。虽然车头无讲概括，不过也是当地真重要的地标。车头的设备，亲像油库房、古井和浴缸啊，应有尽有。当地也是客家庄，乡公所也借这摆打造铁道故事馆的机会，借车头展示早期的客庄文物。在这里的乡亲呢，你可以去感受到竹田、曼城来这边的一个精神。你可以去体会，当你是一个旅人的时候，在这里怎么去路过这个地方，然后怎么融入到我们竹田的文化里面。纵使时代在咧改变，也有真侪人趁入车头，即阵的风华和英国未变质。不过，通在咧同款的所在，展现在地故事，协会也通对德产有更较深的感情。记者综合报道。倒转来讲，云林县大西四湖和口湖外海遮，经济部能源局已经通过，会当设80基海上风力发电的风业的基础。不过近来这个头有渔民要出海收网仔时，所发觉渔网去互人破坏，怀疑是施工单位所做的，就紧急用无线电调度渔船来包围风力发电的工程船。经过几点钟，代志才暂时排解。拖一只，搁要来施工啊！这只风力发电的海上施工船，互一只搁一只的渔船包围，双方伫云林外海对立几多点钟。因为能源公司要伫云林沿海设80座大型的离化风机，不过进前当地渔民是指出，施工的单位迫害生态，佮因掠鱼的工具，因得来向云林县政府订正，目前协调也未有结果，而且佮发生锅仔无去，渔民怀疑是施工的单位做的。即目前你看乌色的这是阮放的网仔礁旗。早暗，阮出来放网的时阵啊，即阮放网的时阵，结果阮今仔再来的时阵是无半项物件，人这礁旗这另外做礁旗拢无去啊。当地渔民表示讲，经济部能源局核准云林沿海设80座海上风力发电机组，认为风力发电机组伤瓦装头，施工会影响到海洋的生态，佮加上最近传出网仔互破坏等等的事件，已经要求工程单位停工。他们虽然是合法
取得这样子的一个施工许可。那但是因为海上的作业的话，因为大家都同时在那样场域去做一个作业，那若是说有造成渔民的这些渔具的损坏的话，那原本公司就应该要负责那一些赔偿。分管府建设处表示讲，能源局已经伫7月15邀请相关的单位渔民协调，能源公司嘛同意伫2礼拜内底和当地渔民协调赔偿的事宜。不过当地渔民强调讲，目前赔偿也未有结果，到工作船准备要来施工，根本就是讲一套做一套，才会叫渔船甲工程船包围。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相关，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1度到35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0度到35度。台南、高雄、屏东30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31度到35度，金马平湖30度到34度。感谢继续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明仔下晡咱再会，多谢。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水嘛上爱水的秘书啦。想要像我这么水，今仔日咱就来讲这个主题：装塔。装塔汉语写作装塔，罗马字写作子装特阿塔。装第1条，塔第7条。装塔就是化妆打扮的意思，因为头是咱人上界显白的所在，所以会开较侪时间装塔头面的部分。第一步，咱通常会先洗面，把门根孔洗好清气，再来抹化妆水、其他的保养品等等。保养刷了后，才开始抹粉、画墨牌、点胭脂。有闲的时阵，我阁会擦指甲油，也是去予人彩绘指甲。你看，敢唔水？甲家己装塔好，阁较拍，心情嘛阁较快活。即马真侪查甫查某拢正够西装打扮，唔那是挂耳膏，连片啊、豆仔嘛拢有。也是伫身躯插花，真适拍。秘书我嘛真介意挂饰品，像金手链、钻石手指、珍珠耳膏、玉啊手环。不过这物件拢真贵，我只好拢要价。有一句俗语讲：3分人，7分钟。意思是讲，人的外在3成是父母生成的，另外7成就要靠打扮，所以培养家己的美感真重要。溜、装塔、化妆、胭脂、指甲油、插花、西装打扮，3分人7分钟。
爱水无虾米唔对，因为介意家己，对家己有信心，是人生内底一项重要的功课。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等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